今日本署得悉台南市南区某药局疑似有口罩囤积以及哄抬口罩物价的情形，随即由本署民生专组黄宁慧检察官指挥台南市料处以及台南市警局第6分局前往该药局执行搜索，为现场并未发现大量口罩囤积，但承办人员已经把这个口罩的进销货凭证加以扣案，并且将诚信负责人带回侦讯，进一步查明口罩的来源及去向，以及看有没有违反刑法第251条，还有传染病防治法61条，意图哄抬口罩价格而囤积的情形。这个价格的方面有没有一些比较不合理的地方？这部分因为我们已经扣案，那现在就由检察官在做这个加以分析的这个阶段。那分析完之后，我们会针对分析的资料去讯问这位诚信负责人。诚信负责人，我们后来有对他做什么处分呢？目前我们都还在侦讯中。那像比如说他那个看口罩囤，就是我们今天只针对他的药房楼上楼下去做一个搜索，那有没有还会针对他其他的地方，还有包括他那个所谓进货来源那个部分，那个口罩工厂那个部分有没有去进行一些了解？我们会根据今天扣案的资料，加以就它来源以及去向去做追查。我们都有执行搜索，现场没有发现有大量口罩囤积。那他进出货的那个单据是从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我们在现场把所有的单据都已经做扣案了，对，那所以我们会进一步去做分析。所以他现在讲的那一些话都是属于比较，就刚刚他讲比较白目那个打雷的那个话。这部分我们也在证据内容会加以询问。目前的那个单据来看，确实他有卖那个一个口罩是15块。这部分我们还是要从单据里面再做研判。那目前有人检举说他真的是用15块价买口罩？目前没有特别有其他检举，就是有关于这个新闻报道部分是目前的我们得到的情资这样子。因为那个人讲话本来就很夸张，你就听听他，他夸张你就夸张跟他回答嘛。那如果客人来，你刚刚说客人，我们就是要同情他。如果客人来很凶，当然很凶跟他讲话嘛。那有些人讲话就不死啦，你就听听就好了啊。所以2月10号到底外面有没有人排队？没有啦，哪来的排队？哦，没有排队啊。你当天跟记者拿出来那一盒是口罩还是？那空盒啦，盒子啦。那里面好像有拿出几个口罩出来。几个口罩，那政府早上的啊，对啊，那只是盒子啊，对啊。哦，是啊。不是盒子，这政府口罩盒子还淋上酱油，对啊。政府口罩空盒啊。对啊，还有酱油啊，看这样。老板会记得有在冤枉吗？刚刚不是说没有，现在刚刚有收到吗？所以有跟屏东的工厂合作吗？被拍到整盒的。没有下边吗？